2026年生肖馬係太歲之年，各方阻滯，是非特多，且多煩惱。工作、心理同埋生活上都面臨巨大壓力。本命年加上刑太歲嘅雙重影響，工作過程中難免變得焦慮，仲會遇到各種絆腳石，冇因小事情抑鬱自己或者發脾氣，否則會導致職場人際關係惡化，甚至遭到小人嘅打擊報復。控制好個人情緒尤為重要。財運受到本命太歲壓運，財星暗，收入可能反覆上落，甚至會遇到意外嘅錢財破損。但有金櫃、將星吉星暗中護財，錢會使，也會回。健康方面，今年要多關心自己及長輩身體狀況。劍鋒、空星主血光，容易受金屬利器所傷害。洗車人士忌急躁，外出留意交通安全。